歡迎大家嚟到我嘅 channel， 今日我將會為大家送上犯罪101嘅終極劇情彩蛋解釋啊！洛杉磯基本上就係一個由霓虹燈、鋼鐵建築同埋無盡派油路交織而成嘅夢想之城，亦係無數罪惡同埋孤獨嘅收容所。喺呢條橫跨加州嘅101號公路上面，每一架疾馳而過嘅車入邊，都載住一個想逃離過去或者想搶奪未來嘅靈魂。而呢一套戲就係喺呢一條睇落好平凡嘅交通命脈上面，上演咗一場關於專業人士點樣喺崩壞嘅時代自救嘅壯烈祭典啊！喺未深入分析呢套戲之前呢，等我先嚟幫大家做一個極速導讀，等大家可以追翻啲劇情先。Mike Davis 係一個行蹤神出鬼沒、做嘢極之冷靜嘅神偷，佢信奉專業，每次喐手都計到盡，絕對唔會用暴力，更加唔會留低任何嘅 DNA。點知喺101號公路攔截鑽石嗰陣，雖然佢成功執咗300萬美金嘅貨，但係竟然意外俾粒榴彈擦傷咗，而滴濺喺車入邊嘅血就成為咗佢完美人生入邊唯一嘅漏洞啦。另一邊廂 LAPD 探員 Lou Lubsnik 係一個老差骨，佢憑住直覺覺得呢一單案同埋之前幾單未破嘅大案都係同一個人做嘅，但係警局班官僚根本唔信佢。同一時間 Mike 嗰個接裝佬阿 Money 哥因為 Mike 臨時推咗聖巴巴拉嘅一單大嘢，於是就揾咗個癲喪完全唔講規矩嘅電單車古惑仔 Orman 頂上啦。Mike 諗住金盆洗手，佢揾黑客 Devin 查緊保險經紀 Sharon 嘅底。Sharon 喺保險界度打滾多年，但係一直都俾公司壓榨。佢眼白白咁樣睇住新同事搶咗單大生意，心入邊團怒火越燒越旺。而 Lou 呢邊，佢發現老婆出軌，心灰意冷之下就報咗個瑜伽班散心，竟然喺嗰度撞到 Sharon。Lou 後嚟就揾到 Mike 犯案嗰架車，憑住車廂入邊滴血就查到 Mike 嘅真名叫做 James。Mike 同一個陌生女人 Maya 發生咗段情，但係佢好快就發現 Orman 喺後面跟蹤緊佢。Orman 唔單止威脅黑客 Devin， 仲想搶埋 Mike 嘅地盤。Mike 試過警告 Orman 唔好踩界，但係佢知道 Money 哥已經同佢反咗面啦。Sharon 升職再次無望，終於就決定同 Mike 合作搏一鋪。佢開價要分300萬，仲爆料話富豪 Monroe 準備喺 Beverly Wilshire 酒店用550萬美金現金買鑽石做婚禮禮物。呢個時候 Lou 因為唔肯幫佢啲伙計掩飾開槍殺人而俾人停職。Orman 瘋狂咁樣嚴刑拷問 Sharon 驚到揾 Lou 坦白一切。Maya 就察覺到 Mike 婚人太神秘，知道佢隨時會走佬，於是就決定同佢分手啦。Mike 雖然心痛，但係佢知道自己一定要繼續行落去。交收嗰日 Mike 威脅保鏢代替咗佢個位，但係佢唔知道送貨嗰個竟然係 Lou 扮嘅。入到酒店套房 Mike 就攞住支槍指住富豪 Monroe 想攞走袋美金。Lou 呢個時候亦都喺貨盒入邊立槍，表露咗自己差人嘅身份。三方僵持之際，Orman扮成酒店員工殺入嚟，想黑係黑。Orman 瘋狂開槍打傷咗 Monroe。Mike 為咗救 Lou 先發制人擊斃咗 Orman。Lou 睇住 Mike 知道大家其實都係俾制度拋棄嘅邊緣人，最後 Lou 決定放 Mike 走。佢逼 Monroe 同佢未婚妻夾口供，將所有劫案推晒落去死咗嘅 Orman 身上。Lou 之前喺證物房偷咗 Mike 結翻嚟嘅假鑽石，佢將真鑽石換出嚟俾咗 Sharon， 等佢可以遠走高飛，重新開始。Lou 發現 Mike 留低咗架經典 Chevy Camaro 跑車送俾佢，而 Mike 就喺逃亡途中 send 咗張細個嘅相俾 Maya， 希望可以攞到第二次機會啊！犯罪101表面上係一出節奏明快、充滿官能刺激嘅犯罪動作片啦，但係如果我哋剝開層華麗嘅包裝，拆解佢故事嘅核心，就會發現佢其實係一首寫俾過時專業精神嘅愛歌啊！呢個故事最精彩嘅地方，唔係嗰袋鑽石值幾多錢，亦都唔係嗰啲飛車場面有幾咁震撼，而係 Mike 同埋 Lou 呢兩個角色之間嗰種好似宿命咁樣嘅鏡像關係。呢套戲可以話係近年少見紮實嘅中等預算驚慄片嘅回歸，佢好成功咁捕捉到90年代經典犯罪片嗰種冷靜同埋精準，但係同時亦都注入咗一種2020年代特有嘅虛無主義。係一個崩壞嘅時代，大家都為咗嗰份越嚟越難捉摸嘅財政安全感，到底願意賣走幾多嘅自己呢？首先 Mike 同埋 Lou 雖然一個係兵，一個係賊，但係本質上佢哋都係同一類人。佢哋極度專業，但係同時亦都係俾社會邊緣化嘅孤獨者。Mike 唔係一般嗰啲中意開槍追求快感嘅大盜，佢係一個極簡主義者。對佢嚟講，犯罪唔係暴力，而係一門精密嘅工程學。佢唔用暴力，唔留 DNA， 連撤退路線都要計到最盡。佢將自己活成一個無名無姓嘅符號，為嘅就係維持嗰種絕對嘅掌控感。但係故事開頭嗰粒意外嘅流彈，就象徵住意外開始入侵佢精密嘅世界。喺佢嗰種強悍冷酷嘅外表底下，其實隱約咁樣透露出一種不安感。佢雖然係神偷，但係佢喺呢一個腐敗嘅世界入邊並唔自在。佢嘅動作雖然乾淨利落，但係眼神入邊仲有一種唔知幾時會玩完嘅恐懼。呢一種堅定背後嘅脆弱，就令到呢一個角色比起一般嘅動作英雄多咗一層深度啦。而探員 Lou 其實就係 Mike 喺法律體系入邊嘅投影。Lou 係一個不修邊幅、成頭亂
亂髮嘅老差骨，外表望落去有啲頹，但係其實咧絕頂聰明。佢有敏銳到好似獵犬一樣嘅直覺，但係問題係現代嘅 LAPD 已經變成咗一間只求數據、只求結案率嘅企業。喺呢一個企業化嘅制度入邊，Lou堅持嗰種老派嘅公義，反而就令到佢喺同僚眼中變成咗一個唔識變通嘅輸家。佢嘅個人生活亦都支離破碎，甚至連瑜伽或者自愛呢啲現代嘅詞彙，佢講出口都覺得好似自己講緊外星話咁樣。當佢老婆出軌、工作停職嘅時候，Lou就發現佢嘅世界其實係比 Mike 更加崩潰。Mike 至少仲可以控制自己嘅劫案啊嘛，但係 Lou 連自己嘅人生都控制唔到。呢度就係佢哋產生共鳴嘅地方。Lou 之所以最後會放走 Mike， 唔係因為佢唔稱職啊，而係因為佢喺 Mike 身上見到佢自己，就係一個同樣被呢一種粗製難做、只講效率唔講靈魂嘅世界所拋棄，只能夠靠殘餘嘅專業能力去維持最後尊嚴嘅男人。佢哋識英雄重英雄，因為佢哋都係舊時代嘅遺民啊。我哋亦都要留意到一個極具深意嘅細節。Mike 嘅真名其實叫做 James， 呢個名係佢身世嘅烙印，亦都係佢一直想逃避嘅人性。作為 Mike， 佢係一個發意識冷酷嘅機器，喺101號公路呢個棋盤上面精準咁樣移動。但係作為 James， 佢係一個會受傷、會痛、有過去嘅人。Lou 透過滴血查到佢嘅真名，其實就係一種隱喻。Lou 係唯一一個喺呢一個冷漠嘅城市入邊，願意去花時間揾翻 James 存在過嘅痕跡嘅人。最後 Mike 留低架經典 Chevy Camaro 跑車俾 Lou， 呢個舉動係極具男人的浪漫。其實就係 James 向 Lou 講緊一聲多謝，多謝你睇到我係一個人，而唔係一個符號化嘅賊。而 Mike send 相俾 Maya， 亦都代表佢終於肯接納自己 James 嘅身份，嘗試去攞翻第二次做人嘅機會。呢一種人性嘅覺醒，比起搶到幾多鑽石都更加珍貴啊！我哋亦都唔可以忘記呢一套戲對職場抑壓同埋保險諷刺嘅批判。Sharon 呢個角色將故事由單純嘅兵捉賊遊戲提升到去社會批判嘅層次，佢代表咗現代社會入邊最常見，亦都係最令人窒息嘅職場抑壓。Sharon 係保險界嘅精英，佢熟晒所有風險評估，但係喺呢一個由男人主導、充滿偏見嘅體制入邊，佢長期被低估。佢可以話係演繹出咗一種火山爆發般嘅憤怒，嗰種憤怒係源自於佢每一日都要喺嗰班傲慢嘅有錢佬面前戴住個假面具。作為一個喺職場上面打滾多年嘅女性，佢一方面要證明自己專業，另一方面又要忍受嗰種被邊緣化嘅絕望感。當佢最後大叫 Shut the F up 嘅時候，嗰種震撼力係嚟自佢積壓咗10幾年嘅職場屈辱啊！呢度有個極之深層嘅諷刺啊。Sharon 嘅職業係幫人買保險對沖風險，但係佢發現自己嘅生活根本冇保障。佢每日幫嗰班傲慢嘅有錢佬打點一切，換嚟嘅係俾 boss 當成透明。最後佢決定唔再做幫人對沖風險嘅人，而係做一個全套戲風險最高嘅賭徒，黑吃黑。佢開價300萬美金，唔單止係因為貪錢，而係佢覺得呢一個價先至對得住佢嘅價值。佢同 Mike 嘅合作係一種專業人士之間嘅等價交換，佢利用專業知識去反擊體制，而 Lou 最後將真鑽石俾佢，唔係因為同情，而係一種補償，補償一個專業人士俾制度磨滅咗咁多年嘅青春。呢一點其實模糊咗法律上面嘅賊，同埋現實職場上面嗰種隱形搶劫嘅界線。到底邊個先至係真正嘅掠奪者呢？如果 Mike 係代表秩序，咁 Orman 就係代表混亂。Orman 完全唔講規矩，追求純粹嘅暴力。佢嘅出現就係要打破 Mike 嗰種精密工程式嘅犯罪幻想。佢話俾觀眾聽，喺呢個現實世界入邊，你計劃得幾完美都好啦，總會遇到 Orman 呢一種癲佬嘅。Orman 係一個代理混亂嘅角色，雖然佢大部分時間都戴住頭盔，但係佢嗰種暴躁同埋唔耐煩，已經令到佢成為一個有傷痕嘅靈魂啦。最精彩嘅處理就係結局。Lou 殺死 Orman 之後，將所有嘅罪名，包括警察開錯槍、富豪洗黑錢、Mike 嘅劫案，全部都推晒落呢個死人身上。喺呢度 Orman 就變成咗一個道德垃圾袋。呢個處理極之現實，而且好悲觀。既然體制已經壞咗，公義亦都冇辦法透過法律實現， Lou 就唯有利用 Orman 呢個混亂化身，去玩一場更加大嘅騙局，嚟換取 Mike 同埋 Sharon 嘅重生啊！呢個抉擇亦都係成套戲最令人反思嘅位嚟嘅。Lou 作為差人，最後竟然幫 Mike 毀屍滅跡、嫁禍死人，仲要黑吃黑。呢個唔單止係識英雄重英雄嘅救命之恩，更加係 Lou 對體制嘅無聲抗議。佢發現制度保護唔到好人，不如用自己嘅方式去執行公義。Lou 明白 Mike 雖然係賊，但係佢有品格、有底線，比起嗰啲貪污嘅警察或者傲慢嘅富豪高尚得多啊！放走 Mike 其實係 Lou 喺混亂世界入邊保留嘅最後一份真情。Lou 用證物房嘅假鑽石換走
找真鑽石，呢個動作係極具象徵意義嘅。喺呢個腐敗到極點嘅世界，法律未必係真嘅，金錢亦都未必係最重要嘅，唯有握喺手入邊嘅選擇同埋情義先至係真實嘅。呢套戲最成功嘅地方就係佢模糊咗合法同埋不法嘅界線。我哋見到富豪 Monroe 喺董事房入邊做緊嘅嘢，同埋 Mike 喺公路上面做緊嘅嘢，本質上又有咩分別呢？唯一嘅分別就係 Mike 同埋 Lou 呢一類人，仲擁有一份衣經快將絕跡嘅匠人精神同埋底線啦。故事最尾，個 Chevy Camaro 喺101號公路上面疾馳，雖然 Mike 同埋 Lou 各奔前程，但係佢哋嘅內心都明白，人生最成功嘅劫案唔係搶到幾多鑽石，而係喺呢一個令人窒息嘅體制入邊搶翻嚟屬於自己嘅名字。公路上面留低嘅係一條吱吱發聲嘅橡膠焦痕，亦都係3個靈魂喺黑暗入邊摩擦出嚟嘅最後火花。佢哋證明咗，就算世界再爛，專業人士依然可以活出自己嘅名分，守住最後一份尊嚴啊！大家又覺得呢套戲點呢？歡迎留言話我知。如果大家想睇我學術分析其他電影，可以睇埋我深度拆解傳奇導演詹士加馬良拍嘅《阿凡達3》。如果想睇我呢個 channel 嘅其他最新影片，就可以撳入到去右邊嘅位置啦。就係咁，我哋下次再見咯，拜拜。